昨一隻台馬4號海纜的工程船傳出講，那像是有船員中風，海巡是趕緊甲人送醫。因為這件代誌嘛，引起大家關心這海纜維護的工程。有專家就講，無論是設置也是維修，攏真需要專業的技術，這成本嘛是真高，是非常有挑戰的一項工課。本體目前在嘗試接駁雷達後的病患。海巡署的救援專家慢慢趕緊，要將船頂的外籍船員後送就緒。這隻外籍工作船30日馬祖海峽執行台馬4號海纜的駁纜工程，有船員親像中風，海巡署協助去救援，順利後送東引就醫。一艘印尼籍海纜布纜工程船上有一名印度籍船員疑似中風，本隊獲報後立即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。這個事件引起海纜工程維護難度的討論。專家講，海纜的駁纜維護專業性高，布船進前攏會甲國際維護團體先簽好商業合約。它具備服務的專業跟服務的量能，都只有國際的海纜船有這樣的能力。當初海纜在建的時候，就會跟國際的海纜船去簽這個維護合約了。所有的維護合約都是商業維護合約，成本確實是蠻高的。就是像這些他們要派船去修復啊，或者可能要跟國際的船公司去聯絡啊，然後要排船期，這些其實他們出一隻船可能就要幾千萬之類的。除了維修難度高、成本大，有專家設計出台灣海纜地圖，讓各界會當在第一時間掌握台灣的海纜動態。也講海纜受損，要長時間等待外國的維修船排到船期，才會當來維修的困境。有可能是說嘗試，就是去把海纜切斷了之後，看我們多久能夠去回復。它如果真的要在通訊上面癱瘓我們國家的話，可以癱瘓多久？那這個可以看到說我們國家的一些應變能力。學者分析，通信海纜承載全球90%的所謂流量，尤其海島國家通信更較是倚靠海纜。過去發生的中國籍漁船毀損台馬2號的海纜案，涉及國安治安的產品，政府已經修正通過海纜執法，透過提懸罰則，罰住船隻嚴防破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